香港揾錢，灣區使。港車北上之後，唔單止各大口岸擠爆，港珠澳大橋排長龍，隨着深中通道、港澳巴士嘅開通，珠中江更是含港量爆棚。除咗生活用品平靚正之外，大灣區嘅樓盤亦都好受香港人嘅追捧。對比香港買個廁所嘅價錢，就可以喺大灣區買套1000尺豪宅啦。咁23年到24年期間，最受香港人歡迎嘅珠中江樓盤有邊一啲？我哋一齊睇下。華發觀山水10個買家有9個香港人，71至119平方嘅5季山下富養賢樓，之前8000幾蚊，而家5000幾就搞掂，總價45萬賣兩房，1-200萬就可以買別墅，自帶商業街、幼兒園，還有香港直達巴士，日常往返港澳非常方便。遠洋繁華里7成香港業主，周邊多個國家級旅遊景點，自帶商業街14萬方園林。79至118平方嘅2到4房，之前單價9000幾蚊，而家6字頭，只需6雞嘢就可以上車。大型社區有公交總站，香港直達巴士到香港太子荃灣、中澳春城，6成嘅香港客。門口積藍潭商圈8分鐘到華發商都，15分鐘到人工島。71至200平方嘅2房至6房，之前單價16蚊，而家特價12000，僅需5皮嘢就可以上車。小區自帶香港直達巴士，方便業主出行。街景康城超過1000名嘅香港業主。坦洲住宅天花板近18萬方商業體，自帶會所，室內恒溫泳池、幼兒園，開通香港直達巴士直達香港太子荃灣，87平方至121平方，實景現房，之前單價2萬1，而家特價14900起，買房仲有20萬嘅補貼添。金帝世紀城首個開通港澳直通巴士嘅小區，上千名嘅港澳業主，八大主題園林配套，80方到142平方，精裝2到4房，之前單價19蚊，而家14000，只需2雞就可以輕鬆上車啦。錦繡國際花城超3000名香港業主，20萬方天然湖，4公里綠道，5萬方商業街，恒溫泳池，釣魚基地、幼兒園、小學業主巴士直達香港太子荃灣，95至128平方湖景精裝3到4房，之前單價14000蚊，而家僅需9字頭，現在只需18888就可以上車啦，而且仲送全屋家私電器添。裕豐名門6成嘅香港業主，15分鐘到人工島，業主直達巴士到香港，室內外雙恒溫泳池、跑道、羽毛球場、籃球館、網球館，多個運動場所，89至110平方精裝現樓，之前單價18000蚊，而家14000蚊，只需5雞嘢就可以上車，而且仲貼息3年添。南城鄉間小鎮9成都係香港人買，依山傍海，國際生態休閒島，擁有17公里海岸線濕地公園、商業街、幼兒園，業主專線巴士到香港荃灣太子，75至119平方海景洋房，單價6字頭，只需2皮嘢就可以上車啦。行穗珠澳灣超8成港澳客，5分鐘到人工島，3口岸物業，38至70平方小戶型，152到204平方雙鎖匙產品，之前單價3萬1，而家2萬7，仲有溫德姆酒店託管經營添。江門百盈御荃灣超99%都係香港人，50至135平方珊瑚溫泉研樓，單價9字頭，海洋真溫泉入戶，超6000平方溫泉水世界，落樓即可以享受，有酒店託管。香港人最喜歡呢10個小區，對此你點睇？如果係你會唔會買啊？我哋喺評論區一齊探討一下，關注我，下集更精彩。